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款非常精緻嘅模型車 Mini GT 出品嘅 BMW Z8，完美重現咗 Z8 獨特嘅流線型設計同優雅比例。你可以見到車身用上銀色金屬漆，配合閃亮嘅輪圈，真係型格十足。BMW Z8 原車喺1999至2003年間生產，全球只係製造咗約5700架，係一款極罕有嘅收藏級跑車。佢係向1950年代嘅 BMW 507致敬，由著名設計師 Henrik Fisker 操刀，外形融合咗復古美學同現代線條。Z8 搭載咗同 E39 M5 一樣嘅 4.9 公升 V8 引擎，馬力達到400匹，加速力強勁，操控亦非常精準，仲有完美嘅50:50車身重量分布。Mini GT 呢個模型版本細節位做到好足，連紅黑配色嘅座椅都一絲不苟。儀表板、軚盤、軌面罩同頭燈都好有真車感覺。無論你係 BMW 迷或者模型車收藏家，呢架 Mini GT BMW Z8 都絕對值得你擁有。